各位乡亲，天色要光，目天心思重重，独自一个人，行伫庄外的小路，伊毋知要去倒位，只是一直向前行。行无偌久，远远有一位老人行过来，面容平安，目神真慈祥，看到木天微微啊笑。老人轻声问朋友：“你敢有啥物重担？”木天硬一个，心内想：伊安怎会知影？一句关心就拍开伊的心门。木天忍袂住，失眠惊吓，骨折重担。这几天的痛苦，一项一项拢讲出来，一句拢无隐瞒。老人无责备，嘛无笑伊，只是伸手指向远方，讲：“你看，迄片有一道光，向迄条路去，莫回头。”木天照老人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远远有一点仔光，虽然真远，互伊的心生出希望。各位乡亲，真正的传道人，毋是叫人缀伊，是指着人去真光。木天敢会照伊的话去行吗？要知后来安怎？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